新冠病毒的疫情冲击到世界各国，除了威胁人类的生命甲健康，嘛互全球将近半数的劳工面临失业的风险。善食人愈善食，好业人因为抓准到机会来投资时愈好业。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就要甲大家来探讨全世界拢无法度走险的贫富差距的议题。其实，伫个疫情进前，台湾的好业产都已经差真多了。根据着主计处的调查，哪个家庭会当支配所得由悬到低照户数分做5组，其中上悬的所得组，每一户一年会当支配所得是209.9万，上低所得组会当支配所得只有34.4万。另外，学界嘛来公布着一份的数据，全台湾财富排名前1500名的富豪。平均一个人的资产将近39亿，财富排名全台湾前10%的人，平均一个人的资产嘛高达4780万，这的前10%的富豪，就掌握着全台湾63%的财富。当这个好业产愈差愈大，将会为台湾带来什么款的危机？善食的族群是不是有可能来冰心呢？来看咱的调查报道。现在年轻人，你再怎么努力，房价涨得比你快多了。有钱人也有钱啊，没有钱的就是没有钱，好像穷人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感觉。千万的超跑、超级的顶币，这是一般人就算无食无啉一世人，嘛真难进入的好业人世界。真是有钱地位的一个象征啊！你说好几千万这个费用跟预算，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台湾的超跑市场一年大约可以卖出400辆到500辆左右，对很多民众来说，这可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对富豪来说，这却是他们收藏的兴趣之一。另外，豪宅的记录又再度创下了新高，全台湾最贵的这一栋，每平单价至少600万以上。旋转式的设计，采伫信义区精华地段，一户爱18亿，头一户15天就成交，这个天气连房产业者都着惊。有钱人他们自己也会自成自己的一格的生活圈，自己的交际圈，其实也有助于巩固这个房价。超级好体，号称讲会使当7级的地动，更在结构寿命讲有1000年。每一户拢有一座空中飞航，也有超跑救护车专属的电梯，会使直达到门口，车祸的程度和你想袂到。伫混沌的生活，这好人条件厝价甲物价背后嘛，蕴藏着台湾好业产差真济恐怖。最大的扭曲，大家不要忘记什么？因为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的高房价嘛。主计总处公布2018年家庭收支的调查，若是将全国家庭收支由悬到低分做5组，前20%是最高所得组，平均每户会使支配所得有2099030块，上低所得组干那344948块，差6.09倍，这是最近6年来上悬的。不过政府公布的数字，其实也无法度完全反映出好业产差别的真实状况。所谓有钱人越来越富，他不是生产，他不是从所得来赚，努力工作的，他是那种房子躺在那里就可以赚钱的。学界采用资产登记法估计台湾财产的分配，扣掉房贷计算每一个人的净资产，台湾上较有钱的前1500个人，平均身价将近39亿。前10%的人，平均每一个人有4180万。进一步分析，前10%的好业人，就掌握全国63%的财富，就等于是剩37%和90%的人去分。今日他上悬1%的人，占有全国20%的财富。也就是讲，好业的富可敌国，若善食人是赚无够食，这就是即卖台湾上界真实而残酷的现象。没有房子人，他觉得他努力打拼也买得起房子。社会贫富差距的结果，使得大家这种对于不公平的事情被剥夺感，那种愤怒社会的这种情绪。你看香港反送中不是这样的一个说背后的真正的原因，香港的高房价也是如此嘛。贫富差距大的国家社会，通常治安都比较差，好，那就表示说我们每个人都得担心自己的车子被偷，或者是小偷闯空门。
少年人要爬悬是愈来愈困难。6年级生李春美真好运，伊讲家己伫厝价较低时有掠到机会。这个是一个新锐设计师，叫萧竹芳。那这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家里的设计师尤雅青小姐特别送我的。一入门，秘书踏入一座小美术馆。李春美是保险公司的业务总监，徛在顶下站2站将近100平，设计简单又不失气派。当初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希望可以给孩子一个活动空间，所以这边就做了一个类似操场的回廊这样子。这栋厝是旧厝卡掉，重新装潢的费用就使购买一间厝。开几千万的设计杂志嘛有介绍过，不过李春美迈向金字塔顶悬这条路，不是继承祖产，是可以家己打拼的。我是从零开始嘛，那我过去也没有相关的经验在，那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可能必须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努力，所以我有长达3年的时间吧，我的工作时间可能是7点到凌晨2点结束。李春美为小业务做起，连暗时嘛无放弃创业症，到夜市去招客户，同时伊相信讲打拼都会有回报。在 SARS 的那一年，我存到了第一笔钱，那我就在台北市买了一间套房。那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时期买的房子其实房价都比较低，所以有一笔资金其实是靠不动产投资买卖的价差赚到的钱。李春美大方分享理财方法，除了内湖这间千万豪邸，伊伫台德、新竹拢有厝伫做人，生活真好过。不过伊嘛承认讲，M型的社会和即卖少年人买厝变成遥远的梦想。如果是以固定薪资的话，它的加薪幅度其实蛮有限的嘛，1个月3万块，扣除掉他的生活开销，他可能真的1年要存到10万块都有一点难度。即摆要像李春美同款白手起家成功的人，要有偌济？薪水无起，物价厝价一直起。34年来上好嘅前1%的年平均收入，加99%的人愈差愈济。2012年创下新高点，1077万对78万。互相大部分的资产来自房地产、证券等等，这资产难以扣税，而且就算唔免去上班，钱滚钱的这个速度嘛，比领死薪水紧几啊倍。若是讲有钱人的真实财富，济甲难以估计，那呢上基层的家庭散借的程度嘛，同款互你想袂到。自电动轮椅冲过巷仔口，单程机爱趁落雨前赶到校门口接因查某囝下课。要走路吗？就放啊。等我一下。好。头国小6年这个查某囝爱徛伫电动轮椅后壁这个铁棒顶面，这就是伊的超跑。伊双手抹掉的母囝2人伫放学人群中特别眼望。是什么？红豆饼。单亲其实当多小儿麻痹，一生拢爱依靠电动轮椅行动。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努力，只是说有时候起跑点真的不一样，是没有一个平台，就是说，真正有一个平台是让这些人可以翻身的。单亲期靠性命演讲赚生活费，伊先生失明，伫病院做掠零师傅，2个人月俸加起来，干那3-4万，扣掉1万块的厝税甲生活费用，伫咧大台北要饲2个囡仔，真正无简单。我觉得穷人就好像在那个老鼠赛跑的那个堆里面，就是他不断的在花钱，然后他赚钱的机会又变得很少。伫客厅角落用简单的房仔建出一个小空间，这就是因的囡仔房，家底下做伙用。写功课是伫客厅解决。谢谢功课。饭桌啊当作册道，单亲期会监督因查某囝读册，伊相信教育会为艰难的生活带来希望。不过教育费的差别，互伊强要挡袂掉。所有的教育都要花钱，随便上一堂什么课都很多钱。我举例，我有2个孩子，如果我要让他们去安亲班，1个月1个小孩就要6000块，2个小孩就要1万2，会很多的才艺，或者是会很多的技能，那不知道多少钱才对得起来。大部分就给我了，因为前阵子不是烤肉嘛，烤肉就是大家剩一点就会拿来我家。而且像我们家的家具，你看很多家具有没有？
都是人家丢在外面我们捡回来的。厝内家电家具、甲衫裤拢是好心人的捐助，有一句话生活会使佫过落去。验过好野山，插了一惊吓，所以烦恼讲会为伊这代延伸到后一代。很可怕，很可怕，而且会带来很多就是大家的那种心理层面的那个纠结，然后好像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对立。基层的人好像就是循规蹈矩，就是但是政府就还是层层的剥削，但是好像高层的人他们就会找方法。目前也是发生的是社会流动也在下降的问题，有钱人一代一代的有钱，这个后果当然是你想要跳进最高所得组会越来越困难，因为你跟他距离在拉大。要安怎缩小好野山这个差距？学者认为讲爱为税收下手。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高所得者或者是财产所得者所科的税收特别的偏低。事实上，我们是有条件稍微增加税收，同时也可以改善到未来年轻世代的这个社会流动的机会，就是给一些创业基金啊，或者是补贴他们的这个教养的经费。台湾好野山愈差愈多，这个恐慌感唔但发生在单亲期的身上，伫好野人愈来愈好野，一直成长的高处价值的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未来敢会感觉愈来愈散，生活愈来愈艰苦，敢会因为安尼，互人对生活失去希望？